非常坦白同大家講，去到2025至2026咧，Facebook 嘅個人帳戶咧，仍然係一個非常之強嘅營銷武器。個背景就係基於 Facebook 嘅廣告費用越嚟越高。咁 Facebook 廣告費用越嚟越高嘅基於一個背景係越嚟越多人識得用 Facebook 廣告啦。咁同埋佢仍然係有效啦。咁如果唔係嗰啲商家點會不斷咁掉錢落去咧？係咪？好啦，咁如果 Facebook 廣告競爭越嚟越激烈，即係話你單次喺廣告裏邊嘅獲客成本係越嚟越高嘅情況之下咧，個人帳戶反而就係變成咗一種完全免費嘅推廣方法。大家只要不斷喺上面嗰度加朋友啊，當然啦，我哋到底點樣加朋友先能夠加到精準嘅客戶呢？喺我哋嘅 Facebook 營銷課程裏邊去講嘅。但係大家起碼有個觀念就係，如果你而家想用最低嘅成本去經營 Facebook，你嘅錢唔太多嘅情況之下呢，你一定係有時間嘅。咁你透過經營你嘅個人帳戶呢，多個個人帳戶啦嚇，咁其實咧你就能夠咧達到一個比較好嘅免費營銷嘅效果啦。咁呢個方法咧都係我哋好多同學一直以嚟都係用緊，而且咧即使去到 Facebook 20週年嘅時期咧，仍然係行之有效嘅方法嚟嘅，大家值得參考。